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7号。这一期咱们聊个热点话题你能想到在城市里面散步，踩到了一个不明物体里面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结果这个人就不幸去世了。那你能想到这个是发生在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什么液体这么厉害呢？人只要一踩到就没救了。你听说过什么叫化骨水吗？如果你要听说过，很有可能是在武侠小说中就是你要沾到这种水，也就是没救了。武侠小说中的这些毒药或者这种夺命液体，为什么会出现在网红城市杭州？为什么杭州的市民散步踩到这个化骨水就命丧黄泉？这是怎么回事呢？9月9号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宁街道有一位叫涂女士散步。这位涂女士52岁，是一家杂货店的这个老板。她在这个叫余杭区咸宁中路附近空地散步的时候，不慎踩到了一个老化的塑料壶，从这个塑料壶中喷出了液体，打湿了她的脚面，而且还喷到了另外的腿上。这位涂女士当时就感到不舒服，据说是浑身无力，疼得无法行走。家属立即把她送到附近的2家医院，但因为太严重均无法收治，后来被送到第3家医院后确诊为氢氟酸中毒。具体情况大家看一段视频。1周前，杭州一名52岁的女子外出散步时，误踩到了废弃的化学品氢氟酸，瞬间剧痛至无法行走。送医后被确诊氢氟酸中毒，经抢救无效，于9月14号凌晨不幸身亡。一踩就足以致命的氢氟酸到底什么来头？在网上，氢氟酸甚至有化骨水之称。这是一种氟化氢气体的水溶液，无色，但有着刺激性的气味。这种酸其实酸性不强，但氟离子穿透力极强，可迅速渗透皮肤、肌肉，直达骨骼，与钙离子结合形成氟化钙，导致低血钙症，引发心律失常、心脏骤停，体表1%的接触面积即可致死。在我国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中，氢氟酸溶液被明确列为危险化学品，属于急性毒性危害级别中的类别1，也就是毒性最高的级别。据事发街道办生态环境工作人员称，事发地准备拆迁，可能系拆迁时翻弄出的废弃化学品，目前周边已排查清理。余杭区环境部门人员称，系女子不慎踩到装有氢氟酸的容器，目前仍在调查该容器来源。据死者家属表述，被其不慎踩破的装有氢氟酸的废弃容器是半埋进土里的。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此危险的化学品是怎么能让一个无辜的居民在散步遛弯的时候就能接触到的呢？首先，拆迁方必须给个说法，也必须有人对此负责。就目前公开的回应来看，翻弄出的废弃化学品这种托词属实过于含糊了。拆迁作业的基本要求是排查场地隐患，高毒危废岂能挖出来就不管，任由其半埋土中，暴露在行人可达的路径？这完全是对公共安全的极端漠视。其次，氢氟酸作为最高级别危险品，其处置理应有着严格的规范。为何允许如此危险的化学品被随意埋藏在居民区？是否相关的监管巡查机制做得不够呢？直到酿成命案才匆忙排查清理，这显然也是不服众的。眼下迫切需要做的是彻底追查危险化学品来源，严惩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给逝者家属一个交代。同时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开展危险化学品排查整治，杜绝此类悲剧再次发生。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其他漏洞，在网购平台搜索氢氟酸，竟跳出多家正在售卖的商家，价格从几元至几十元不等，有的销量甚至达到数千件。有商家在商品界面宣传它能清洗玻璃霉斑、蚀刻玻璃、酸洗金属等，可关于安全使用的说明却严重不足。只简单提了句戴好手套，不能接触皮肤，接触后要清水冲洗，既没提到要在通风环境戴安全面罩下使用，也没有说剩余的试剂该怎么保存，还弄了一个免责条约，写着买家拍下即默认使用常识和化学使用经验。致命的化骨水竟然能这么轻易的就网购到，可以说一丁点的审核与约束都没有，这难道不应该引起重视吗？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悲剧发生期间的9月1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2次审议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明确提出要对危险化学品实行电子标志和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危险化学品看似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交集，但杭州这次的事件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危险化学品的全方位严格管理刻不容缓，不要等到悲剧发生了才想到查漏补缺。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啊！这个所谓的化骨水啊，就是氢氟酸。这个氢氟酸啊，应该是国家1级危化物，也就是最严重的那一种。这个氢氟酸它跟那个强酸强碱啊，就比如硫酸还不一样。这个氢氟酸应该是透明无色液体，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呢？它主要是跟人体的这个骨骼中的钙离子发生反应。这个涂女士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踩到了这个壶，老化的这个。装了这个氢氟酸的这个壶，当时壶就破了，他一只脚啊就被那个氢氟酸给侵蚀了，完了他另外一个腿啊也被滋到了这个氢氟酸。如果有人不幸啊接触到了氢氟酸，那么就要用大量的水啊去冲洗，而且不间断的冲，要冲10几分钟以上，20分钟。完了之后要去就医啊。这个氢氟酸的解毒剂啊，实际上就是涂一些这个叫葡萄糖酸钙，或者是专业的这个解毒剂叫六氟磷，它主要是来中和这个氢氟酸里的这个氟离子啊。这个氢氟酸它对人体的这个伤害啊，也就是它的毒性有多大呢？这个氢氟酸只要接触我们的皮肤啊，多大面积呢？就是1%的面积，基本上就致死。这个1%面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普通人脸啊，一般就占这个我们体表面积的3%，两只手啊，大概就占5%，那个脚，对吧？两只脚也占5%，大概是这样的啊。这个氢氟酸可怕的地方就是它这里面有氟离子啊，它这个穿透力和这个穿透性啊非常强，它能快速的穿透皮肤肌肉，直接到达骨骼，并吸收啊进入这个血液中，然后在体内啊吸收钙离子还有镁离子，造成低钙低镁血症，而且很快啊就会造成肝肾功能衰竭、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跳骤停，都是致命的。所以这个叫化骨水啊。实际上像这么毒的、危害这么大的危化物啊，按理来说它跟我们老百姓啊它是很难接触到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个余杭区，还能被这个涂女士给踩上呢？根据这个红星新闻记者这个报道啊，记者在当地走访获悉啊，事发地位于咸宁街道范围内，是拆迁后废弃的地块，并非私人用地。附近有居民在空地上种菜。事发后，涂女士的家属报警。据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调查人员还在现场再次挖出2瓶氢氟酸。根据警方的说法啊，目前女子氢氟酸中毒身亡一事已经立案，氢氟酸的来源仍在调查中。如果不是这个事情上了热搜啊，恐怕我们很多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种高危的啊化学品这么剧毒。这个涂女士啊，从接触到离世啊，仅仅5天时间，而且还在医院抢救。我们可以想象，她这5天里面恐怕是经历了啊这无法想象的那种痛苦、心衰啊、心律失常。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我们对危化品啊管理缺失，这个是坚决这个不能容忍的，这也是不应该的。以我啊对这个危化品管理啊这个有限的知识啊，我也知道这个危化品管理啊是有个非常严格的规范的。大概是1995年，也就是30年前啊。当时我在上大学，我们学校我们系的一个实验室要买一个试剂，我已经忘了那试剂是什么东西了啊。当时老师就他在开介绍信，拿着那个介绍信去西单啊。当时西单好像是就在西四那儿吧，有个专门的是卖这个化学试剂的这么一个商店，要去那儿买。结果去了之后那儿没有，说你买的这个是什么？大概意思就是1级危化品，只能去那个应该是丰台吧还是什么地方一个仓库，当时应该在北京的东四环和南四环那附近吧，我记得也不太清楚了。然后第二天我跟一个师兄吧，就我们俩一个人骑辆自行车啊，从这个4环出发啊，一直骑到那个东南4环的角上。当时北京啊4环根本就没有开通啊，这个3环还好的地方在修呢，当时那个大北窑国贸那一带还在修路，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啊，一直骑到那儿，有多远我都忘了，反正路上没歇。早上出发的，回来已经是下午5、6点钟了，全程是骑自行车。中午就吃了好像一碗拉面吧，在路边，然后骑到那个地方是个非常偏的一个地方，那附近全部是那种库房，然后就买到了那种化学试剂，就因为是什么叫1级什么危化物，都有学校的介绍信，完了买多少还得签字。这是30年前呢。后来啊
啊，我又经历过一次，那就是大概7、8年前，我负责的一家公司啊，下面2级厂，他们生产就会产生一些危化物。有一次啊，我下属厂的那个负责人呢，厂长给我写申请报告，要一笔经费，但是我不懂啊，我就问他要这钱干啥？他说啊，这个钱是给环保部门送礼的。我说为啥要送礼啊？因为我们这个叫废弃危险化学品要处理，这个处理的话非常复杂，就是你得找这个有资质的这个运输公司啊，他来运输，而且你还得找有资质的这个工厂或者是处理这个危化品的去处理。也不是说你找个人把车一拉走到哪儿掩埋，不是那样子的。你也不是说你拉到什么地方去一放就完了，不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三方，而且人家有资质接收这个处理这个，而且这还不能跨省，你跨省那就更复杂，你只能在你本地区之内，跨省要办的证就更复杂了。即便这样啊，你证照齐全，你还得找人，否则的话你这根本就运不出去，不仅运不出去，到时候还有刑事责任。所以我才对这个危化品啊才有了一些了解，也就是这些危化品啊，它是责任到人的，就是由你来负责，你就在这一条线这么多人，你来负责这个东西，少了你要跟那个环保部门解释为什么你少了，人家那儿都是登记在案的，有多少吨，什么成分，浓度多少，他都要来盯着的，他管理是非常严的。而且我们企业那个危化，它不是1级危害物，它就属于重金属超标，那我当然不同意啊，我宁愿它这个保存在那儿都别动，你走正规程序，能走到哪一步走哪一步，投机取巧啊，迟早要倒霉。结果啊，那个2级厂还真出事了，他们就是投机取巧。怎么投机取巧呢？当然不是这个废弃危化物了啊，它是趁着下雨天啊偷排，夏天下暴雨的时候，他就偷偷的往出排那些废水，结果啊把那当地的这个河啊给污染了。怎么污染的呢？是当地的农民发现那鱼死了，翻着肚子漂在河面上，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你们肯定是偷排，马上就去举报，然后负责人被抓，好像判了2年吧。我这么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我的亲身经验告诉大家啊，实际上这个废弃危化物啊，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套管理办法的。所以在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居然出现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叫匪夷所思啊！就这么剧毒的1级危化物，居然没人管啊！据说警方在当地还又挖出2罐出来，这个太吓人。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确实啊，跟它这个房价啊，是不是有点不对称呢？对吧？它这管理啊，至少这种环保跟这个我们所宣传的杭州，对吧？这个数字化经济、平台经济，什么中国的硅谷、杭州6小龙，感觉有很大的反差，对吧？这不是我黑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就在1个多月前，是不是啊？而且就是这个余杭区吗？这100多万人喝的是什么水啊？这不也是环保问题吗？所以你看啊，这不是巧合啊，这至少说明杭州的余杭区这个环保啊，那应该出来检讨，好好整顿整顿，对吧？这个因为它不是一次发生这事了，上一次是自来水，你看这一次是这个化骨水，这种1级危害物啊，你想想啊，如果是那个小朋友对吧，在那儿走或者在那儿玩碰到了，哎，那个地方还不算是荒郊野外，如果说是荒郊野外，你还好说一点，那可是城市啊，就是拆迁啊，那附近恐怕有工厂，对吧？以前是工厂，那更得去要锁定这些危化物的下落啊。所以说啊，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对吧？我们的感觉啊，你像这种危险的东西，那肯定是管理的非常死啊，非常严格，对吧？这个事情是你负责，你就是退休了，那你得交到下一个人手上，得交到人家手上，对吧？如果这个地方拆迁，那一样的，你要把这个交到拆迁部门，交到环保，对吧？这环保那儿有台账的，这玩意都登记的，在哪儿？现在谁管？刚才视频也说了啊，现在在平台上居然能很随便的就能买到这样的东西，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就是谋财害命啊！这实际上就是监管缺失啊！我看有网友说啊，要加强公众在危化品方面的安全教育，说很多人呢既不认识这种危化品，也缺乏相关的防范和急救知识。社区、学校和媒体应当加强危险标识识别和应急处理的科普教育，让大家能掌握基本的自我保护技能。这个不现实啊，对吧？你说像这种危化品有多少种吧？你怎么能让一个普通老百姓能认那么多种危化品呢？而且还得记住，对吧？每个危化品怎么解决，怎么急救，这简直是啊，要求太高，对吧？还是从源头管理啊，你不能寄希望说老百姓对什么都知道，对吧？老百姓要掌握每个老百姓都神通广大，掌握各种必备技能，这是不现实的啊！老百姓顶多掌握什么呢？对吧？这些啊不明物体不要碰，发现不明物体，对吧？要上报，顶多是这样了。你还能让他懂得专业知识？那每个老百姓都恐怕都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啊，完了这个脑子里还都全得记啊，这个不现实啊！所以说还得从源头管理，对吧？这种东西啊，尤其是1级危化品、
2级危化品这种剧毒，对吧？对人危害特别大的，应该是人盯人，就是具体到人，就这东西谁生产的，在你这儿，你卖出去卖给谁，谁来管理，对吧？路上谁来运输，这个完全要做到责任到人，哎，最后到你这儿，你来管理，你来保管，你来负责，出了事就找你，对吧？你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全部用完？没用完的你放在哪儿？你怎么保证它，对吧？不出事，必须要到人啊！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我在网上买个几百瓶，我到处，对吧？在那个十字路口到处去放一放，布置陷阱，对吧？或者我随处扔，这显然啊，这就是犯罪啊！所以说这个平台啊，卖这些东西，应该平台要负责任，要抓，因为这些东西比那个，对吧？比毒品，比那个枪械还危险。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我再讲一个啊，虽然不是我亲身经历，但是啊，是亲身经历的人负责人跟我说的。这个我还不能说什么地方，因为这玩意是保密的。反正有一个啊，大型的这个钢城，他们那就是钢厂啊，钢厂他们这个就是那个就像给人做 X 光一样的，他有个那个叫 X 光机啊，是给那些钢材啊生产出来的钢材要经过那个 X 光机，好像是这样子，因为它最主要是里面有个就是铀235，就是放射元素，应该是这个。然后他们呢，当时他们负责检修这个，把这个机器就拆下来放在外面院子外面去了。本来以为这个当天就修好，然后再给它装上，结果当天没修好，然后他们那个机器也没搬进来，还是放在院子里面。那里面有大剂量的这个放射性元素啊。结果第二天啊，他们发现这个机器啊不翼而飞，他们吓坏了，因为他那个机器啊，这个是给那个金属啊探测那个损伤啊，它那个放射性是什么元素啊？他当时说了，我不记得啊，就是说这个那个剂量是非常大的，一下就闯了大祸，就不知道这东西去哪儿了，不翼而飞。那怎么办呢？他们立即啊向那个总公司打报告，但是他也不敢说是什么东西丢了。那一说这个是这个，对吧？这个放射性元素啊，这个要是这个丢了，那整个的就要触发什么1级还是2级，什么类似这种就是紧急反应啊，就全程要动员。所以他们不敢说是什么东西丢了，只能说啊，他们一个非常贵重的设备丢了，被盗，不翼而飞，然后必须马上紧急查找。总公司啊，立即向这个市政府打报告。非常紧急，10万火急啊！然后啊，那个负责人跟我说啊，当时这个市政府就派了这个当地啊好几个公安局啊，全部联动。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好多摄像头，对吧？好查。那时候不像现在没有什么摄像头，所以他们就开始排查谁到过这个院子。最后查了1天啊，才查出来是一个收破烂的。把他那东西搬跑了，然后他们就追踪这个收破烂的，在一个啊废品回收站找到这个设备。你想想啊，假如当时没找到，那这个事就完了。那危害有多大呀？没人知道。所以说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就真是一个草台班子。万幸找到了，而且这个好像24小时之内找到的，就到最后他们也不敢说这是什么东西丢了。刚才咱们也说了啊，虽然啊我们不能指望咱们是全能的、万能的，对吧？什么都懂，但是在这个草台班子这儿，那么咱们只能啊尽量让自己多一份警惕。没有办法，有人开着车子，对吧，在马路中间突然掉下去了，你说他赖谁呢？对吧？你说他还怎么警惕？你打开水龙头喝的那个是什么水啊？对吧？你怎么警惕？总之啊，杭州啊，确实在环保这一块要下点功夫了。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